嗨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啦。咁今日呢，就係介紹返副一支鋼旗嘅。咁由於出咗新碟，我又改咗少少嘢啦。咁而家就俾大家睇下，有咩意見可以留低，跟住話俾我聽要改善啲咩，要加啲咩落副 VG 度。雖然我知道而家好少人玩 VG 啊，但係希望都有人睇下啦，就係咁啦。咁而家開始介紹。9部3抽4支2隻溫加2，2隻 Angry Bird 嘅探索者，3隻狂風標槍，馬龍3張，靈盾2支 ，Blaster Bay 探索者1支，2支 Blaster Bay， 3支 Blaster Duck， 2支中意騎士，4支天賦之探索者，1支尋物之騎士，呢個唔記得咗咩啊？黃威1支，溫加2 1支，大溫2係咪？唔係大溫加2係是但嚟。跟住純真之寶騎士1支，2支高高，2支避劍之探索者，同1支射著狂風。咁呢個就係改咗暴擊變成9張，跟住然後加咗 KG Blaster， 加咗3支狂風標槍，1支 Blaster Bay 探索者，咁睇下先。係啦，咁家陣呢，就有2、4、6、8、11支狂風名嘅嘢啊，就3支狂風標，1支 Blaster Bay 探索，3支 Blaster Duck， 2支 Blaster Bay， 1支黃威，同1支射著狂風嘅。咁有咩要加嘅就講低啦。係咯，有咩意見就留言。咁多謝你睇下咁好啦，拜拜。